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好，牧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有关于教会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仪式，叫做圣餐。那事实上，教会里面的圣礼点，在我们改革中的新教当中有2个圣礼点，一个是洗礼，一个是圣餐。去年我们分享过洗礼，今年我们要分享圣餐。在领受上帝的话语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恳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来得到帮助，也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更加明白你的心意。我们将我们自己本身交托仰望在你手中，你亲自引导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圣礼点是教会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宗教仪式。那传统的教会或是今天的天主教，将有7件事情称作7件圣事。第一个是洗礼，然后圣餐、监证、告解、结婚、受圣职，跟为病人抹油。这些事项列为教会的7项圣事。但是事实上，在传统教会或是天主教会，他们也认为这7项圣事当中，有些是比较重要的，有些是比较次要的。特别是前面3样，洗礼、圣餐跟监证，这3样叫做入门圣事，就是说一个人接受基督信仰，他要进入教会生活当中，要有这3件非常重要的礼点来帮助他：洗礼、圣餐跟监证。那这3件圣事当中，其中的洗礼跟圣餐，更是普世教会所认同的圣事。那改革中的信仰，在宗教改革之后，路德宗的教派，就是信义会、路德会，或者是改革中的教派，譬如说我们长老会，就仅将这个洗礼跟圣餐这2项列为圣礼点。那这2项是非常重要的信仰的仪式。那去年我们分享过洗礼的意义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如果不记得，可以把去年的这个我们所写的笔记拿起来复习一下。那今天我们要透过保罗所说的来看圣餐这件事情跟信仰的关系。首先，我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在教会的体制当中如果没有领受洗礼的人，因为他没有告白他的信仰，所以教会不接纳他们来接受圣餐。这是体制上为了重视圣餐的规定。因为一个还没有在众人跟上帝面前告白他的信仰的人，教会不能确定到底他是不是真的相信耶稣基督的身体为他打破，相信耶稣基督的宝血为他流出。所以因为他没有做这样的告白，所以教会没有接受他们领受圣餐。所以接受圣餐事实上是进入教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那就是要透过洗礼过后才能够接受圣餐。所以在每一次圣餐的时候，牧师会说，欢迎属于耶稣基督的教会的陪餐者，意思就是说，你已经受过成人洗礼或者是坚信礼的弟兄姐妹才能够领受圣餐。事实上，长老教会是比较开阔的，如果你在外教派洗礼了，我们还是接受你可以领受圣餐。那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11章23到26节。这是哥林多前书是保罗所写的虽然它不是安排在圣经里面的第一本。我们知道圣经的次序是前面是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4本福音书，接着是使徒行传，然后是罗马书，是等等保罗这些书信。而且保罗这些书信大概是按照他篇幅的长短来安排次序的，不是按照他写的先后来安排次序。那所以根据圣经学者的研究大概哥林多前书是保罗
早期的书信之一，所以他甚至他写这封书信的时间比福音书的形成还早啊。所以哥林多前书大概所记载的有关于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记载，大概是圣经当中最早的记载。从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当中耶稣基督在设立圣餐的时候，有2次重复的提醒说：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守圣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为了要纪念耶稣基督，为了要纪念耶稣基督。所以透过这样子，我们来分享几个有关于纪念耶稣基督的要点。首先，我们要明白，圣餐是一个基督徒与上帝立约的一个记号。你们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在教会里面举办的结婚礼拜？在结婚礼拜的时候，或是在订婚礼拜的时候，新郎新娘他们会交换信物。那现在一般来说都是交换戒指，对不对？所以用戒指来代表彼此的信物。那所以戒指是婚约当中的一个记号。那在教会里面，圣餐就是信徒跟上帝立约的这个记号。所以圣餐是跟我们的结婚戒指是类似的。结婚的戒指是跟对方在上帝面前立约的一个记号。那圣餐呢，是我们跟神立约的一个记号。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保罗引用耶稣的话说：这个杯是上帝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在领受圣餐的时候，牧师也会重复这句话。那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立约的记号。那为什么要有这个记号？就是要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曾经跟上帝立约，我们曾经透过洗礼来跟上帝立约。你知道人常常容易健忘，对不对？过去说的话，有时候过去做的承诺，有时候都忘记了。所以戒指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一对新人曾经在上帝面前跟众人面前互相誓约嘛。那誓约之后交换信物，表示什么？表示这个信物是代表要提醒你，要记住我们曾经在上帝面前跟我们的另外一半立约嘛。所以当你看到戒指，摸到戒指的时候，你会知道我当初有跟他在上帝面前立下那个永恒的约定。同样，教会里面，特别是长老教会，规定1年一定要守6次的圣餐。为什么？就至少2个月，让大家可以重新复习一下过去的誓约了，在洗礼的时候的誓约。因为人很容易健忘答应别人的事情往往都会忘记，对不对？特别是越来越老了年纪越来越大，有时候刚刚讲完了就忘记了。最近我有时候要到外面去运动，我就跟牧师讲说，最近越来越胖要出去外面运动一下，减一下体重。他就跟我说：“你这个没有效了。”为什么没有效？他说：“因为你食言而肥了。”我说：“我怎么会食言而肥呢？我曾经答应你什么没有做？”他就提醒我说：“牧师我当初在生病的时候你安慰我说，如果病好了要带我出国去旅行。到现在病都好了那么多年了，都还没出去。”我就说原来我减肥减这么久为什么都没有效果？原来是食言而肥了。过去的承诺都忘记了，人都会这样，过去给人家的承诺会忘记了，所以必须要透过一些提醒，让我们记起过去的承诺。同样的，圣餐就是帮助我们记起我们在受洗的时候跟上帝所立的约。那为什么这个约那么重要呢？为什么这个约那么重要？因为它是一个生命之约。这个约是一个生命之约，它是代表着我们跟神之间所立永恒的约定。不要忘了这个重要的生命之约。那这个约有以下几个意义。首先第一个，这个约是耶稣基督救赎的纪念。我们要知道
圣餐是代表耶稣基督为人受苦、受死最明显的记号。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是这样，保罗说，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曾经拿起饼感谢上帝，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牺牲的，你们应该这样做来纪念我。所以在守圣餐的时候，牧师会怎样重复这段经文，对不对？我还会表演给各位看，表现给各位看。我会拿起饼，怎样感谢上帝，然后在众人面前拨开，表示这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为我们牺牲的。所以大家看到这个意象，就纪念起原来这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打破他的身体，为了要救赎我们。之后牧师会拿起这个杯，葡萄汁，告诉大家说，这杯是上帝用耶稣基督的血所立的新约，我们每逢喝的时候，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所以当我举起这个杯，你们看到那个葡萄汁，或是你领受到那个葡萄汁的时候，你看到那个鲜红的葡萄汁，就记起了耶稣基督曾经留下他的宝血，为了要救赎我们。所以这是一个耶稣基督救赎的纪念了。所以我们再一次透过我们的眼睛，透过我们的思想，来感谢耶稣基督，他因为他的受苦为我们带来救赎。那第二个纪念的意义是帮助我们跟耶稣基督持续的做亲密的交通。所以在圣餐的时候，牧师会说，每逢吃这个饼喝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是宣告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是表明说，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一个提醒，让我们可以跟耶稣基督不断的连结，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记不记得上次牧师跟大家分享的题目？保罗说他内心有很多的征战嘛，我们内心有很多的征战。牧师要告诉你们，当你接受洗礼，相信耶稣基督之后，你就称义啊。称义就是说，你可以跟神有一个合宜的关系。但是称义之后还要征战，因为我们还没有成圣啊。一直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停止这个征战。所以透过这个圣餐，我们跟神持续亲密的交通，希望领受上帝的力量，让我们不断的去练尽自己，征战到底，一直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好，所以我们这样的纪念是不断的提醒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要靠主得胜。好，第三个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在圣餐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在仪式过程当中有一个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当长老们把这个饼、把这个杯传到你手上的时候，牧师都会提醒你拿在手上，先感谢主，这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这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流的。然后你在心里面默祷，只等到所有的人都拿到这个饼、拿到这个杯的时候，牧师会再次提醒说，这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这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流的。然后我会说一句，一起来领受，对不对？这时候大家不会拿了之后就马上喝嘛，马上吃嘛，就是等到所有的人都拿到了之后，大家一起来领受。这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全体一起，表明我们是一个团体，共同来完成这个有意义的事情。我们提醒自己，我们要过一个合一的生活。好，我们是一个团体，我们要从合一开始。因为这个饼是从一个饼拨出来的，那当我们一起领受的时候，我们就成为合一的团体。所以圣餐有这三个意义：第一个是耶稣救赎的纪念，第二个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持续跟耶稣亲密的交通，第三个，我们是一个合一的团体，我们要过一种合一的生活。好，那第二个大的部分，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要思考什么？除了思考耶稣基督为我们舍之外，我们要怎么样回应神的恩典？我们知道圣餐有人把它称作与主同桌了，好，台语叫做“甲主三者的”。我们与主同桌，一起来领受这个圣餐，有这样的意义。我们就是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要回应。最重要的回应就是要生命改变。所以牧师要引用一个天主教的神学家，叫做卢云，这个神父，他曾经用圣餐当中的一个比喻，好，来比喻基督徒的生命。他说，圣餐有4个步骤，象征基督徒生命的4个步骤。好，第一个步骤是什么？我们会看到，在圣餐当中，牧师会拿起一个饼，对不对？象征我们是被神拣选的。好，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我们根本没有资格成为他的子民。好，所以圣经当中耶稣说什么？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但是上帝在万民当中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子女，所以我们是被拣选的。被拣选之后，圣餐的第2个步骤，牧师拿起这个饼之后怎样？会祝谢，对不对？所以我们是被祝福的。牧师会祝福这个圣餐，好，求上帝分别为圣。那表示我们是被分别为圣、被祝福的。所以，上帝拣选我们之后，你们不必怀疑，神就会赐福给我们。那这个事情是神自己决定的，他要根据他的意思，将他的恩典、福气是祝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有能力去荣耀他。所以，我们被拣选、被祝福，这是基督徒的生命。但是，如果你的生命停留在这里，你受洗了之后，哇，你是一个领受上帝祝福的人，你样样事事都顺心，依靠上帝得胜。但是你的生命还没有完全。我们发现圣餐的第3个部分哈，这个饼的部分是怎样？接着耶稣会怎样？接着牧师会怎样？会把这个饼怎样拨开嘛？所以我们生命是要被破碎。第3个部分就是，当我们被拣选、被祝福之后，耶稣基督或是上帝，他要调整我们的生命。他要破碎我们的生命啊，让我们的生命更合乎主所使用。那这就是耶稣基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了。”台语叫做“看无家己”，就当打破自己，必须舍己。那这有2层的意义。第一个，让我们跟过去的生命告别，把过去的生命破碎掉。保罗在罗马书这样说，他说：“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意思，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将我们的旧的人打破，开始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每一个接受洗礼之后的每一个人，必须要有一个新的生命的展现。所以要接受洗礼的人，牧师常常会劝勉他：你在家里要做见证哦。也许你是家里第1颗种子，你要做见证；你在学校里面当学生，你要做见证；在家庭里面要做见证；在你的工作职场上要做见证，因为你是一个崭新的生命，新开始的生命。第2个，我们在领受圣餐被破碎的时候，我们也代表我们将人跟自己的高墙打破。这个高墙是建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是我们自私所建立的。我们要用基督的爱把它打破。只有经历这个破碎，我们才可以进入下一个步骤。所以圣经当中保罗这样说，我们如果继续看下去，在28节的地方，保罗说：你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要注意啊，每一个人都要审查自己，然后再吃这个饼，喝这个杯。所以有时候我们领到了饼，领到了杯，我们在心中默想感谢主，我们要省察自己，我们是不是跟人之间还有冲突，还有不愉快？
我们要设法恢复它，让人跟人重新和解，不要在中间有隔着高墙。最后一个，破碎之后要怎样？要分出去嘛，这象征着我们被差遣。当你破碎之后，你就要去分享嘛。这样领受圣餐的人才能跟耶稣基督有份。我们如果只被拣选、被祝福，停留在这边，没有愿意被破碎，或是说被破碎之后不愿出去做见证，不愿出去做分享，那这个基督徒的生命不够完全。所以牧师希望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或参与圣礼典的时候，我们深切的来学习怎么样感谢神，我们是被拣选的；感谢神，我们是被祝福的。求神来破碎我们，让我们生命更合乎主所使用，然后求神来差遣我们，让我们真正的能够荣耀他的圣名。我们一起来祷告。这时候牧师要为大家来祷告，求神让我们在见证圣餐的过程当中，不管我们是不是已经受洗，我们在见证圣餐的过程当中，我们就领受力量，求神来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他的恩典跟能力。牧师要特别为我们当中软弱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如果你有特别需要人家为你服侍的，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们代祷服侍团队的弟兄姐妹会为你服侍。后面那边有姐妹，这边有弟兄，那边有弟兄哈。我们有需要更多弟兄出来服侍，楼上的也可以举手哈。需要人家为你祷告服侍的，你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后面那边有姐妹哈，有姐妹，举起手来，好，举起手来。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明白圣餐的意义。恳求主帮助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神的恩典。主，你亲自拣选我们，祝福我们，破碎我们，差遣我们，让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你。我们特别将这些在你面前举起手的弟兄姐妹献上我们的祷告，求神恩待他们，加添力量、信心。有病痛的主，你亲自医治；信心软弱的，求主赐加倍的信心，让他刚强壮胆。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这时候预备心来见证洗礼，我们请要接受洗礼